河顶清楚，这条咱就拢毋捌唱过哈。好，来。祝你长命寿顶清楚，永远有心听你，叫你的话来我来信，明白你做万有主宰，到你的国我心，为你我多心爱。搁一摆来。祝你长命福顶清楚，永远有心听你，叫你的话来我来信，明白你做万有主宰，到你去救我心，为你我多心爱。好。请咱备办新生啊来敬拜主。请大家安静心来备办今日敬拜，将手机啊切到无声，也是静起来。
来啊，咱着唱歌，阿罗上主，咱着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有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歌，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用圣诗66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来阿罗上主，因全首请起立。请坐。
时，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全能的上帝，当阮到你的圣殿来，学录你的名，孝念你的慈爱甲恩典，恳求你用你的阳光来看顾阮，互阮有安静的心来专心敬拜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全能的主，求你怜悯阮，只是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得罪你。多多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怜悯人的主啊，阮为着阮的过失，心中忧苦，求你施恩伫阮。带领你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天父啊，求你的圣神临到阮心中，教示阮知家己的软弱，求你也用耶稣的宝血洗清阮，互阮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来跟对你，来服侍你。恩慈的上帝啊，阮感谢你，今日是2025年上尾仔的一个主日，感谢你的昨暗的地动，互阮拢平安。阮用感谢的心来敬拜你。今年度的日子，阮也做有顺境，也有逆境，生活中有得胜，嘛有失败，有欢乐，嘛有目屎。感谢你，主耶稣的保守、引带、看顾，也照着你的怜悯甲慈爱，互阮拢无一项有欠缺，平安度过一年。阮真正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爱。和平的君王啊，怜悯人的主，一切真理甲和平的思想，拢是对你来。我会为着世界各地的战争来仰望你，求你赐下和平的欢喜，互世间人有一个平安的圣诞节日。求你赐下智慧，互所有的决策者、政府官员，拢有敬畏的心来遵探你的旨意。行公义正直的路，也保守这个岛屿在和平中继续发展，互阮得到平安。阮恳求你，阮的主啊，感谢你伫遮设立南洋教会，互阮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感谢你保守教会所有的圣诞时光，拢有你的灵在，互侪人有机会照着老的新月广场，互侪人有机会来听见你的福音。主，阮知你来世间是要找失丧的人、需要的人。主，阮感谢你，顶礼拜有10亿的人食做你的囝儿，愿因会当在教会内面慢慢成长，来服侍你，来搁一届明白你。愿阮的时间会当继续宣扬你的福音，也是就是你下面的好消息，互搁较侪人有机会来教会来明白你。今日是2026年新任的长职会长甲组长就任的礼拜，阮将因拢摆在你的面前，求你保守因的身体，在未来的一年，心灵拢得到你的引带、喂养，来服侍你，来你在教会内面福音会当成长，会当来服侍你，
有火热的心。上帝啊，你是阮军队的帮站甲保护，阮感谢你，咧昨暝的地当中保守阮。即几天的天气寒冷，阁落雨，主阮求你保守所有的人的健康，特别是教会中有身体软弱、病痛的人，求你的医治，求你的安慰，也坚固所有陪伴因的家属，坚固因的心智，搁较来倚靠你，阮感谢你。即时阮将礼拜的时间交伫你的手中，照着牧师的宣讲，教示阮，引带阮体会你的旨意。阮要用你的教示来祈祷，安尼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荣光归上帝上帝，荣光先叫亲亲作为上帝，所以为转一辈，将来也有我的泪。梦有我见，阿门，阿门。这是阮来客运，今日客运文是客运文第10篇，是出自诗篇27篇。我来客，请大家引。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悠然安稳自在。我对上帝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伊的布棚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棚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你的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挑拣我。上主啊，我来挑拣你。求你毋通黄面毋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站。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哦，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你等，求你带我行偏袒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轻省一项代志，了得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大，齐声，着信靠上主。这是要来读今日的圣经，今日圣经是出自有2节，是出自马太福音第2章
13集到15集，19集到23集。我先来读台语汉语本2002版。马太福音第2章第13集，神像家离开了后，主的天使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带遐到我对带到我讲，恁通离开时，因为希律伫找即个细汉囡仔要甲伊刣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透暝离开去埃及，住伫遐到希律死。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我有召我的囝出埃及。希律死以后，上帝伫埃及，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转去以色列地，因为要害细汉囡仔的性命，迄个人已经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转去以色列地。约翰听见阿基老接续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的王，毋敢转去遐。后来伫面梦中得到指示，就退去加利利境内一个城，叫做拿撒勒，住伫遐。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伊要叫做拿撒勒人。过来，我用和合本2012版，马太福音第2章第13节。他们走后，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指示，因为希律要搜寻那个小孩子，来杀害他。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第19节，希律死了以后，在埃及，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因为要杀害这个小孩子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进入以色列地去。但是他因听见亚基老继承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怕到那里去，又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他们到了一座城，叫做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愿上帝将他的话语刻在我们心中。今日要来学录的是茱莉亚，茱莉亚要来讲学录的诗歌是：我要大声赞美你。
囡仔的歌声拢是就水的，真欢喜来因来赞美。今日牧师要引同受苦难成为后世来进度，时间交给牧师。孩子平安。恁拢有平安啦吼。昨暝10点通安尼。不过这个地动若甲921比起来，抑个还是差一块啦吼。因为921我拄仔伫咧台中，所以迄个震动的迄个感觉，迄是甲昨暝咱所拄着是无共款。咱依然毕竟敢若只有4级吼，搁伊的即个地动的迄个深度是70几公里吼。甲伫咧921的时阵，伫咧台中迄边遐所感受的迄敢若9公里的浅层地震，迄是完全不一样吼。不过嘛是感谢主，互咱拢得到平安。我敢若上惊就是咧地动了后，迄落教会壁啦是啥吼，有壁啦是安怎吼？所以一刷了，我就先落来会较顺，讲感谢主拢无事吼所以感谢主会安尼保守吼，嘛互咱虽然看起来咱像有真大的地动，但是咱拢得到平安，感谢主。咱拄安尼才拄好经过即个真温馨的即个，咱讲充满了灯饰，甲着即个西瓜的即个圣诞节。不过伫咧教会的节期内面，咱其实圣诞节还袂煞吼。咱的圣诞节一直煞到后礼拜，吼1月初6，吼安尼才有规个叫做圣诞节期的结束。伫咧咱教会游玩，抑个安尼，迄个回荡着即个平安夜，甲着即个安尼阳光规日祭观上帝，即款安尼娱乐的时光的时阵，但是咱伫咧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是咱伫咧即个教会节期内面，圣诞节了后的第一主日的即个一段经文，即段经文。将咱带到一个安尼会通讲真无，很不浪漫的一个场景，吼。这个场景是逃亡，吼，那个安尼压迫，吼，杀戮，甲着流离失所。拄好甲咱昨安尼所拄着，小可有一点点安尼卡着。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文，马太福音第2章记载讲，耶稣并毋是伫咧。即个咱讲，伫咧迄款讲叫做欢乐，甲着迄个掌声的中间来长大，乃是伫咧即个婴孩的即个时期，就因为希律王的即个残暴，来递到伊诚做迄个咱讲伫咧政治的暴力下面的即个受害者，所以天使伫咧即个梦中来吩咐着约瑟讲起来，带着即个细囝安那。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住伫遐。我迄落到我通我讲通离开的时，我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指示。咱会通小可留意一下，这段的这个讲这段的这个旅行。毋是计划好势吼，乃是会通讲是一场为着要保命的，咱论真讲叫做夜逃，半暝无时间通准备嘛无迄个选择的余地伊只有干那会通顺服。伫咱前几日差不多1礼拜外前，咱伫咧台北的即个捷运也充满伫咧即个充满了人潮的所在。也发生即个随机杀人即个事件，伫咧迄个突然间，伫咧现场充满了恐怖，甲着即个暴力。透过咱今仔所领受即段经文，伫圣诞节后伫咧第一主日要提醒咱的是，耶稣的降生
伊毋是干那只有进入人间的一款的喜乐，乃是真实进入伫咧即个充满恐怖、暴力甲不安的即个世界。所以咱会通去看见，亲像伫咧先知以赛亚书伫咧第63章第79、第90，伊安尼伫遐见证讲讲因伫迄个他们在那个一切的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那个他们所以这段经文会通讲是一个极其震撼的这个宣告，因为以赛亚书第63章嘛是咱伫咧这个教会的迄个节期的经文内面，咱拄伫圣诞节第一主日。圣诞节后的这个第一主日的旧约的经文，伫这个所在，伊伫遐咧宣告，就讲以色列上帝毋是甲迄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伊毋是迄个冷眼旁观人类的迄个苦难的上帝，反正伊是迄个百姓受苦、百姓受苦，上帝也跟着受苦的那位上帝。所以这句话都伫咧耶稣的这个身上来得到迄个完全的迄个应验。伊毋是只有干那讲受被派遣受差派来成做迄个要来拯救安尼那尔，伊是亲自来进入迄个受苦的迄个现场的中间。伊成做迄个讲无卡可归的迄个导览者，伊安尼成做迄个被迄个权势追杀的迄个弱小的性命，伊也是迄个伫咧伊的童年，伊就已经安尼身处异乡，伫咧陌生的语境的迄个环境内面，伫咧迄个无确定的中间，伫遐来度过。这毋是一个偶然，乃是上帝伊救赎的计划一部分。伫咱的另外一段经文，伫咧希伯来书第2章也真清楚来甲咱讲，伊讲迄个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为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使救他们的元帅，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伊即个所在，伊咧提起着咱的救主耶稣，伊毋是迄个避开苦难，来完成伊的使命，伊乃是迄个照着受苦来完成伊的救赎的即个主。这是一个咱会通看见咱的主，伊甲其他的生命无共款的所在。伊毋是迄个高高在上，伊乃是亲自甲着伊的百姓来参加受苦伫迄中间来完成伊的救赎的主。咱也要搁一摆来转来看咱的即个世界，咱活伫咧一个什么款的世界？伫咧咱最近咱台湾所发生即个捷运的即个随机杀人即个事件内面，会通讲震撼咱的规个即个社会。人原本咱以为讲是完全的，伫咧日常甚至讲咱通勤的即段的一个空间，竟然会成做迄个夺命的现场。咱看见伫咧新闻的画面内面，咱心内检测，咱会有迄款安尼的谣言伫遐来问讲，为什么即个世界充满了遮侪即种无差别的暴力？为什么无辜的人爱去承担安尼迄款安尼的痛痛？搁上帝你伫倒位？伫咧即个中间，咱会通看见圣经并无否认即个世界的迄款安尼的黑暗。耶稣伊安尼诞生的迄个本身就是伫咧迄个暴力的阴暗的下面来做开始。迄个伊是出世就开始逃亡所以希律王的迄个屠杀，甲今仔日咱社会的迄款安尼即个暴力的随机的暴力的事件，拄咧甲咱提醒咱，就是迄个罪毋是干那个人的问题，搁较是
一个扭曲规个世界的一款权势。咱基督的信仰，毋是干那咱安尼，互咱一个真简单的答案，乃是要互咱，伊要赏赐咱就伊的是这位主，伊是甲咱同齐伫遐流目屎，同齐来甲咱同行受苦的这位救主。所以咱今仔日咱要透过咱今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内面，咱要来看见一个现象，就是伫咧这个经文内面的一个原来嘛是另外一个主角。咱对顶礼拜延续这礼拜，拢共款咧讲到一个真要紧的，伫咧教会内面的圣经内面，一个完全无出声的一个人，叫做约瑟。约瑟伫咧今日咱这段经文内面，伊犹原是一个迄个沉默的人，伊毋是迄个出埃及的迄个约瑟，伊是迄个玛利亚的丈夫，迄个约瑟。伊无一句台词，伊只有干那做三项代志，就是伊只有3遍的顺服。当天使伫遐来讲向起来，去逃走去到伫埃及的时阵，伊只有做一件代志，伊就是起来。圣经内面只有讲，天使讲起来，带囡仔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伊就起来。天使讲安尼。会通转去到以色列地，伊就转去以色列地。天使伫遐引带伊带伫咧拿撒勒，伊就伫咧中间来，伊就安尼两边就去到伫迄所在来伫遐来定居。你听这，迄个顺服，毋是因为伊讲看清楚伊的未来，咱会通看见迄个约瑟，伊伫咧迄个内面，伊是心内犹原充满了惊吓的。但是伊伫咧迄个伫咧真，伊也无看清迄个未来的时阵，但是因为安怎？因为伊伫遐拢信得过上帝，伊相信上帝，所以对伫咱伫咧面对社会不安，甲着咱的迄个人心彷徨、恐惧，咱的面对咱的家庭的一寡的焦虑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亲像约瑟共款？伫咧迄款安尼无完全理解，毋是等到迄个环境，咱安尼得到安稳，咱犹原选择信靠军队来去行动。这也是咱今仔日，咱伫咧咱今仔日，咱要伫咧礼拜中要来为着咱的遮个长职，甲着咱的遮个团契的会长来就任的时阵，咱所有的遮个新任的长职，甲着会长，咱会拄着的代志，就是咱有当时咱伫咧不管是伫咧教会事务，还是咱家己所经验到的，咱家己个人所经验到的，咱有真侪时阵，咱拄着的时阵，咱无完全理解，咱嘛无伫遐等待迄个环境已经安稳，咱犹原只有干那一项，就是选择信靠军队行动。来军队咱的主，所以弟兄兄弟，咱的迄个顺服，毋是伫咧讲，咱讲是伫咧迄种不确定的中间，若伫迄个中间，咱犹原将咱的性命交托伫咱的即个信息的上帝顶面。所以咱会通看见，咱迄款伫咧希伯来书第2章内面有去讲起着迄个。伊伫遐讲耶稣真做迄个讲血肉之躯啦，耶稣成为那个血肉之躯，是要为着要讨放遐个安尼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隶的人。这段经文内面带出一个真安尼讲真深刻的一个应用，就是讲咱毋是干那只有被拯救来离开苦难，乃是咱伫遐。受到邀请，咱伫迄中间来进入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迄个上帝的儿女，迄个荣耀的护士的即个身份。所以咱伫咧面对着逐样的苦难的时阵，咱伫迄中间受咱的主邀请，咱要因为咱有迄款安尼上帝儿女的身份，
至到咱伫迄中间，咱无有任何的惊吓，乃是咱有迄个荣耀的儿女的迄款安尼的身份。所以咱伫咧今仔日咱的主题伫遐讲当受苦难，诚做好事，毋是一句真浪漫的即个口号，乃是伫咧即个十字架的即个道路的一个真实的讲写照。就是咱伫咧中间，咱要伫遐，甲着咱的主、咱的基督同齐来承担即个世间的即个破碎。咱毋是伫遐等即个世界拢已经安尼安定，咱是伫咧中间，因为有基督甲咱三个伫地，咱诚做基督的门徒，咱伫遐同齐来承担即个世界的即个破碎。因为咱要甲主同齐来望迄个上。当最终的迄个更新，就是讲迄个世界终局，咱是较着咱的主有份，三较伫遮要来同齐来审判即个世界。所以诗篇148篇内面，佫较呼召咱即个咱讲天地即个万物，爱同齐来伫遐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毋是因为即个世界已经完全，乃是因为迄个救赎已经开始。伫迄中间，迄个结局已经定着，所以咱何等的何其有信，咱诚做上帝的儿女，诚做主耶稣的门徒，咱若会通去看咱启示录上老尾，头前开始讲到的时阵，有讲到遐不管是黑马、白马、红马，什么马都一样，拢只有讲一项事，就是。恁已经经历苦难3年半，搁后壁咧，剩3年半。伊的意思讲，恁受的苦已经经过啊，经过一半以上。这个时阵，咱需要是坚韧，坚韧要创啥？要来会通咱伫遐来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到咱的主有份会通伫咧主过来的日的时阵，咱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甲主同齐，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即个讲社会即个暴力的即个事件，咱毋是迄个人眼的迄个旁观者，也毋是迄个恐慌的迄个迄种逃避者，咱是属伫咧迄个受苦基督的群体，咱是属伫咧迄个受苦，我们是属于那个受苦基督的群体，所以咱。面对着即款安尼这暴力事件的时阵，咱伫迄个中间，咱应该爱有的迄个回应是：第一个，咱需要是拒绝即个仇恨、隔离、敌对的迄款安尼蔓延。咱无迄个恐惧来将咱安尼推向迄个彼此迄款安尼隔离、彼此的迄个敌对。咱会当看见规个即个社会一直推向迄个。彼此迄款安尼怨恨，彼此迄个隔离，迄款安尼迄个状况。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是有基督徒的所在，迄个会通化解迄个彼此的迄款的隔离，甲迄个敌对，乃是要有主的迄个相听，咱来彼此伫遐相听，咱无伫迄中间有侪包括迄款安尼政治的纷争。乃是咱要伫遐来活出基督应该有迄款安尼的香味。过来，咱需要伫迄中间，咱需要来练习迄款只有灵敏，毋是用真简化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来做论断。咱伫咧为着即个受害者伫遐哀哭的同时，咱嘛爱去看见迄个人的心的迄个呼救。我伫咧甲着。一个甲房长老咧练习即个事例的时阵，去讲到即届即个事件内面的迄个当事者，去讲到讲，即个当事者伊本身有可能伊所拄着，可能是伊伫咧伊的情绪上是可能伊伫咧迄个伊的成长的过程内面的一寡迄个伊的身体上甲伊的情绪上的迄个缺陷所以咱伫咧看见的时阵，咱毋是只有干那看到一面，乃是咱爱用更较侪的方面来去
来去去看待、去怜悯，互因、互遮个不管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拢会通伫迄中间，咱伫遐来去看见因心内伫迄中间会迄款安尼探听甲呼救。第三，咱需要伫迄中间，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来为着咱的诚做迄个和平的器皿。咱伫咧咱的生活中，迄个一句迄款关心的话，也是一个陪伴，迄款安尼也是倾听拢会通来对抗迄个黑暗的迄款，拢会诚做迄个对抗黑暗的一个微微的光。来照亮伫咧即个黑暗的即个世代。过来，咱需要的就是咱需要持守迄款安尼茫无即个邪恶伫遐来低头，因为基督已经进入迄个上深的迄个黑暗的中间，搁安那伊伫迄中间已经赢过，所以弟兄兄弟，咱伫咧面对着教会，咱伫咧过着即个圣诞节的时阵，圣诞节毋是迄个刀片，即个世界。迄个苦难的一个节日，咱伫咧面对着迄天的迄个迄款安尼的即个暴力的即个事件，相信伫咧迄中间有侪人是伫遐安尼预备着要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无拍算伫迄中间煞拄着迄款安尼的迄个安尼困境。所以，咱要看见的是，迄个圣诞节是要搁一届来伫遐宣告讲，上帝已经进入即个世间，上帝已经进入即个世界。伊伫咧迄个恐怖，也是讲迄个恐惧的迄个时代、迄个年代，伫咧迄个破碎的迄个城市内面，伫咧迄个流泪的迄个人群的中间。咱所军队是迄位伊捌曾经那个安尼逃往埃及，曾经背负那个十字架，伊游完，甲咱游完继续伫地的主。所以，咱伫咧即个圣诞节之后，仍然有主的荣光。愿咱会通伫咧当受苦难的中间，游完会通搁较深来去经历到。咱的主，伊的迄款安尼，伊的慈悲怜悯，甲着伫咧茫的中间，确实咱家己，甲是要甲着咱的主，咱的基督，同齐来得到迄个荣耀的即个后嗣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性命。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到，咱会通好搁一摆来亲像，咱搁一摆来回想，头拄咱所分享着，当咱伫咧面对着即个社会不安，甲着即个暴力的时阵。咱对上帝的第一个反应是甚物货？是刀片咧，是质问，是信靠。第二，咱伫咧面对着咱的即个圣诞的即个节期，约瑟伊伫咧迄个无确定的中间，伊选择顺服。这对于咱目前咱的人生的处境有甚物款的提醒？伫咧咱日常的生活的即个圈子内面的时阵，有倒一项？真具体方式会通来活出基督的迄款的慈悲怜悯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圣神伫咱的心内，伊对咱有啥物款的提醒？咱要怎样伫咱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安尼活出迄种基督爱咱所活出迄款安尼的迄个款式。第三，咱伫咧面对着即个当受苦难、诚做何事的即句话。要怎样来重新来塑造咱对苦难甲着茫迄款咱的理解？愿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文，主耶稣伊怎样伫咧中间，伊伫咧迄款安尼是一个婴仔无助，但是伊却是需要安尼照着伊的老爸老母来逃亡，伊伫咧中间，伊安怎伫遐来经验着世间人的苦痛，伊伫遐也甲咱同齐来安尼，甲咱同受苦，咱会通伫迄中间来搁一摆来同来同体会主迄款安尼迄个心，咱透过安尼，咱搁一摆来面对着咱的即个圣诞节的即个一个苦难的处境的时阵，咱要安怎去面对？
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主比怜悯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为着你伫耶稣基督内面永远显明的听，来献上阮的感谢。当即个世界充满不安、暴力，甲着恐怖的时阵，主你无来离开，主你嘛无沉默，你的囝儿亲自来进入人的苦难，甲阮同齐流目屎，同齐来承担世间人的苦难。主啊，求你赦免阮，当阮只有较望会通得到平安，却伫遐来倒拼世界的即个道路的时阵，只有干那想要得到荣耀，却无愿意甲人来同受苦。求你带阮会通亲像约瑟共款，伫咧无确定的中间，犹原选择顺服；伫咧黑暗的中间，犹原安尼牵条掠条伫主你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为着受伤的人来伫遐来哀哭，那为着遐破碎的即个城市来代求。求你医治人心内真深沉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恐惧，甲着迄个绝望，互阮无互即个怨恨来吞噬，反倒诚侪迄个传播你迄个阻碍甲怜悯的器皿。亲爱的圣神，求你坚固你的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咧当受苦难中间，犹原安尼保持着迄款安尼愿望，确信原是你所听的儿女，将阮将来阮要甲着基督要来同齐同受荣耀。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这是要来救人死。先来吟圣诗445首，圣诗445首。咱咧吟诗的时阵，请神灵的长老来到伫咱的中间，咱头前。
即日即碟南洋小会要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来奉立甲着李恩新做教会的长老，甲着咱遮已经受设立遮的长老来做教会长老。伫咧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着利未人三甲上同工来管理圣殿，甲着会堂。伫咧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着侍奉上帝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着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东会、副中会、总会、多无教会的发展。咱先大声要来迄个设立吼，所以请恩心先大声来安尼迄落来回答，恩心回答就好。李文心，你有接受新约甲着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着认知唯一的根据啊无？煞接要请咱所有正长老来同齐来回应吼。李恩新杨志宏、曾碧光、庄芳美、张淑芬，恁要领受长老的这份，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用啊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甲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恁欢喜做南洋东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咱要请会友来起立来誓约。恁已经经李恩新、杨志宏、曾碧光、庄淑芬、庄芳美、张淑芬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约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啊无？这时要来宣告，请恩心来跪在前面，那个你要侧面。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权柄，设立你甲恁做南洋东会的长老，甲来协助牧师，煞通通知互遮的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着照顾
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范，就是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阿免。好，这时要来接纳会手请坐。请咱的长老全部来翻过来吼。请咱的迄个退任甲着这长老，咱来同齐来接纳。李长老、美珍长老，个菲长老，吼，恭喜。好，对我的倒手边吼，李恩新长老，即摆改名志宏长老，地光长老，王美长老，淑芬长老，咱过来就拜托因吼，安尼好好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互教会会通有更较大的扩展。咱搁一届将阳光归伫咱的主。好，请坐。这时咱要来执事新任执事的誓约，请咱来吟圣诗446首。正是446首，请新任的这个执事来到伫咱的台前。这时，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来设立方美珍、谢碧如、陈文兰、尤佩瑜、李恩清、吴承安来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敬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的话，甲着圣礼典。所以，请咱执事来同心来誓约。恁若要领受执事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恁愿意做南洋教会的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着长老来归荣光上帝。
利益伊的教会，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以做主，像建立关系教会的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恁肯下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咱请会友、咱会众来起立，来会众来誓约。恁已经经方美珍、谢碧如、陈文兰、尤佩瑜、李恩清、吴承安来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恁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就敬重因、听从因、替因祈祷。恁约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宽别，设立恁做南洋东会的职事，煞通知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着长老，就遵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阿免。这是要来接纳，请会友来请坐。他都袂记你颁发那个聘书，先来颁发执事的吼。等下长老麻烦出来接纳了了，唔好转去嘿。来，请，可能。美珍，はい。快点。比如。这边，真的，把那口。好，请咱的长老来接纳，包括退任的长老。即事唔好走远诶，长老唔好走远去，等下。好美珍执事碧如执事，文兰执事佩瑜执事，恩清执事，或者陈安执事咱新任的是碧如啦村内拢已经有经过所以安尼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有遮个职事会通做好个工来利益伫主的教会。好，多谢，请坐。嘛来请遮个长老过来。这个任命书很重要这任命书这是你的比方讲也是我们的光荣啦你把这收集起来以后去到上帝遐拢会通好来
好，来恩心。志宏。谢谢，请坐。这是要来请咱的这个团契首长咱要来就任，请咱吟圣诗444首，祝你吊明河顶青草。请各团契的会长来到伫咱的中间。入学校长李琼和，青少契会长薛雅信，社军团契廖丽茹，妇女团契戴桑茹，中年团契会长祝景，师班长。这是要来这团契会长、首长的就任的誓约。恁有领受少年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青少年团契会长，甲着主位的校长的责任，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吊命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责任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佮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本会少年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青少年团契会长，注意到校长，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此下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好，来请王，安尼，迄个少年团契会长，吴老师
咱就毋免搁介绍。咱的迄个妇女堂协会长，咱的双如老师，吼、啊，迄个青少年会长，青少年堂协会长，吼、亚信，吼、啊个注意了校长琼儿，咱请咱的长老拢来同齐来接纳。来，双如，来，琼儿。谢谢。好，先做咱其他还未就任的吼，咱再个后壁过来补就任。好，这时要请大家起立来确认阮的信用。请书导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经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在你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要来感恩奉献，请李恩清执事甲尤佩仪执事来说。请咱来起立来吟奉献诗。我
这是要来读本周的经句，咧周报的第3面。本周的经句是出自马太福音第2章14节，先用台语汉语版来读一解。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靠年离开去埃及。接着我们用和合本2010年一起念，请。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马太福音第2章14节。这是要来迎新报告，今日因为无新人吼，我来看，请大家看报告事项吼。12月21小会有郭以接人。方世芳、王正成、王瑞慈、何茂勇、林秋平、陈如莹、庄涵、张永福、何以恩、拿萨马少、亚萨马少11位弟兄姐妹的洗礼，接纳干事薛秀明正式聘任，因为前面是试用，那接纳年度结余款转入建设基金，这是我们小会的习惯，那第2项是今天举行2006年新任的长老、执事、会长还有组长的就任，没有完成就任的会在后面补就任，第3个是那个关账日是到这个星期2，就是12月30号，请各团契相关的账都要在这一天全部结束。那30号晚上，我们在教会7点有一个2005年岁末年终感恩的祷告会，欢迎兄姐一起来参加，来告别这个2005年，那如果还需要报名做见证的，请跟冯燕云报名。那关于团契这个本年度和下年度的施工报告、决算报告，可以到星期1月2号，敲到办公室，因为办公室还要准备季报等等。那在1月11号会将请把那个2025的收支凭证、现金本分类账交回教会，这样我们就可以把2025的账全部关掉。那今天已经准备好了2026的1到3月的行事历，放在招待桌上，请兄姐自己取。那肢体消息有2项，那一个是那个七星中会办儿童主日学师资培训，那如果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那2月6到7号，台神有特别准备一个台湾神学院的2026台神门徒营，欢迎有兴趣的兄姐也可以参加。那牧师有没有报告？这是要来代表教会来敬送礼物吼，咱的房长老伊的任期到今年年底就安尼任满就无法度阁受选，所以教会要安尼多谢伊伫咧安尼这几十年来安尼做几任的执事啊，已经不记得了个长老安尼久久伫咧教会侍奉诚做咱真侪信徒真好的信仰的模范，所以来代表教会来赠送这个一束花跟礼物来。谢谢大家也很高兴我这个偶罕期可以在台湾这个长老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也是神的恩典，我们真是非常的谢谢有机会可以参与服侍。
那我也不会离开。我跟牧师说了，我还会在建堂委员会啊。这是要来颁发迄个洗礼证书啊，请咱顶礼拜有领洗礼吼，那个方世芳伊爱开刀吼，伊去开什么会去啊？哦，对，白内障吼所以今仔日请假来请迄个王正成、王瑞慈、茂勇无来吼，安尼请。那个秋萍都没来，代表哈，秋萍老师有来吗？永福呢？永福有来。如颖有来吗？那个谁有来？能够请他过来吗？庄涵永福有到吗？永福，庄涵在这里。以恩以恩那等一下就一起代表就可以了。美儿他们有来吗？美儿没有来哈，好，麻烦你。你别坑你放在这边嘛，都有名字嘿。好，转过来好吗？再。那个 ，OK， 如颖，好，如颖，那个如颖的圣经，OK， 等一下拿庄涵的，好的，等一下 ，OK 麻烦你，来。庄涵，安尼，来，瑞慈，瑞慈的圣经，这咱有经过因的询问吼，有诶需要大本的字的吼，有诶唔免遐大字的，你有问吗？没有问。因为你们太年轻了，就不用问了。这小可较有分量。来，上去。要不要帮你帮爸爸拿？好，永福。来。恭喜！茂勇，谢谢。茂勇用这大本啊，有问过呀？过来。这个谁？两个。小朋友的以恩，以恩的在那边 ，OK， 好，这个阿嬷来代表呢哈，来，阿祖哦，你看这少年的阿祖啊，阿嬷伫遮，拢少年阿嬷要给他过来无？对。好，来，开始，请坐。这时要来唱祝福的诗歌，圣诗396首，打尾甲散会求主赐福，因死了且无需祝祷，请起立。若要散会求主赐福，互我心中上快乐，大家
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